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7日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非洲地震疫情虽然讲是有控制好调，也毋过咧有关是禁止用喷来饲猪哦。新北市政府却来查到讲，伫咧南口一间业者有2间饲猪场，竟然用无注过的喷来饲猪，市府虽通报互中央，嘛甲重罚206万。这东西还在车上啊！如果你这么不配，没关系。如果你再继续这样，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这场这样的状况了，你觉得我会无聊的这时候来查吗？稽查人员发现怪怪，不过饲猪场的人讲因无违反规定。新北市动保处找人稽查南口饲猪场用喷饲猪的情形。透早4点外发现有载喷的车停伫咧饲猪场外口，车顶28个桶啊，每一个挂落来掀开看，内面就是喷。伫咧边仔的炊猪槽内面也装无注过喷，加4桶动物性喷油。稽查人员讲，看起来至少有100桶的量。他就比较年轻嘛，没有，你不要跟他比。没有，他这样是把公务员当笨蛋，不是年轻。没有啦。饲猪场承认喷加碎料无注过就饲猪。稽查小组讲，这2个饲猪场是共一个业者经营，2间小碗，总共饲1700只猪，用共一套炊猪设备。业者违反防疫规定，用无注过喷饲猪。依法上当会当罚206万。禁止这些违反规定去做喂食的这些厨余厂、厨余的养猪户禁止他的猪只移动，不准上市。同时，我们过往在厨余养猪的时候有做饲料的补贴。那我们在今天的中央民中心也决议我们对于违法的人绝对不宽待，然后同时对于给予补助的这些饲料的，还有一些油脂补贴，我们一律不予补助。非洲都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强调，除了也无做到落实查缴，即是监控，法规完备3大条件进前，未开放用喷饲猪。这么全国正努力伫咧防疫时阵，不准少数的饲猪户违反规定，造成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别出非洲地震，台中市长卢秀燕头一届承认讲是防疫做无好，蔡主管出来回释咧，也宣布甲市府的农业局长、环保局长，也佮有动保处长3个人免职。有机关就批评讲，代志发生到当半个月才出来回释咧，实在伤晚。也那全国饲猪协会是认为讲，做唔对，落台负责是应当的。我应该要道歉。台中市长卢秀燕传领一级主管局长会释咧，进前捌讲台中防疫全国上严格标准，爱做的拢做啊，也毋过面对舆论压力，初六头一摆承认防疫做得无够好，佮宣布农业局长张敬昌、环保局长陈宏毅、动保处长林如良无遵守中央防疫指引，地区发生重大风险，即日起免职。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得不够好。身为市长，我必须概括承受，已经发布了相关首长的人事异动。另外，之前已经启动的整个事件的调查，现在正在加速的进行当中，一有结果就会跟大家公布。回顾疫情期间，农业局针对高中兽医师甲疫调讲法一变再变，环保局亲像对案例市场稽查不实，喷掩埋政策也互市民不满。动保处警员甚至直接禁止倾销，破坏市场静止状态。相关局处争议不断，即马卢秀燕回释咧定处，全国饲猪协会表示做唔对就爱落台。这个案例也是全国防疫机关的参考。民代认为，即马才承认错误已经收办啊。既然做错，本来就该有人下台。我们防疫单位面对这个接近以后，好好的照 SOP 照流程来走，不要惰性出来，要严格的执行。非要等中央的调查出来，发现台中市政府都在说谎，发现台中市政府充满了疏失，在这个时候，你才要来诚恳的面对自己的错误，才要让你的局长下台。防疫人员详细清销拍卖区甲作业区也拢清销，初六中昼12点，解除外地运输限制，初七起拍卖都在解禁。云林县马边市场全面消毒备战，台中市第2市场下马达是自主清销，用4点钟重点道区工作机台全部清洗，机台开机。清洁、打扫、消毒，然后就是因为后天要开始卖猪肉了嘛，然后休息2个礼拜，这些砧板啊，这些刀子啊什么，全部都要清理，环境都要清理，都要消毒过。
采检非洲猪只案例猪场，圣诞猪笼徛家9个所在拢是阴性，抑过饲猪场内犹原有3个所在检出病毒核酸阳性反应，其中培育猪舍、下涂骹是新增点，4科为继续封锁。另外，会全面开放台中市各级学校营养午餐使用温体猪肉，抑过禁止炸出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自昨开始哦，猪仔的运送是已经开放了，也若今仔日开始会使暂去甲猪灶拍卖。也毋过因为进前15天的禁运禁台措施，全国是累积30万只猪爱台，也若做一群送去甲猪灶，就惊总继续会放盘。所以农业部是决定讲，逐工有限制数量，若是有必要会抽签登记。另外，这阵啊，猪农和肉店的损失，农业部也来提供补助。一大堆猪仔红赶去咧货车顶悬，准备要送去市场等拍卖。外地15天禁运令伫初6中昼解禁，初7暗时0点开放都再拍卖。屏东有市场初6中昼开始准备运出600只。已经2个礼拜15天没有运了，里面的畜舍也是有压迫到。我相信外面的冷冻厂跟市场，他们应该也有需求。过45天，猪的体重起咧到105到106公斤，已经超出市场规价体重100到103公斤真济。禁运禁载造成饲猪场的压力，平均只猪的成本加1000块。行政院估计全国15天加出差不多39万只搁留伫猪场内面的猪，大家抢要运出去，造成一寡猪农车落排无出猪。超当就是赶要出，赶要出就是讲较有会产生这款问题，塞车问题。这加留伫场内的猪大多数拢超重，价小较歹，为着防止猪价因为数量伤济崩盘，农业部暗算到明年3月底为止，逐礼拜拢开调配会议，照市场的公司和产业的意见议定逐工上市的数量。若经济伤济，会采抽签登记制定方式。数量或者价格有一些波动的时候，我们会协调这些冷冻厂适时的进场来做屠宰冻存，那确保猪农能够得到合理的收益。农业部提出饲料差价优助补助等饲猪产业链补助计划，希望补猪农的损失。但是嘛强调讲，外地的运送含都在虽然解禁，但是用喷去饲猪同款是持续禁止。若是红发现会管制禁止刷动，猪也无法度上市，而且取消饲料差价才补贴。虽然中央有补贴政策，猪农嘛是烦恼非洲猪只影响猪肉的买气。行政院长窦永泰公开话话，爱国人安心食猪。非洲猪瘟是一种只会传染猪只的动物性疾病。这个周末开始，我们尽可以放心的走访各个市场或夜市，享受各种的卤肉饭、肉丸。初6一透早，传统菜市仔的肉蛋同款是无啥物人，上紧初7买暗的时阵，部分大商就当供应温体猪，初8早起恢复正常。除了农业部宣布补助肉蛋达3万，高雄市政府嘛对咧加补助达15000。暗算伫禁运禁载令解除了后，派人去市场帮助办理补助的申请和造册。中央地方通力合作，希望降低非洲猪只的冲击，甲大家对国产猪的信心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蔡观众来关心太空的消息咯。气象署发布珠箔的警示，可能会电视卫星导航和无线电通讯会暂时无法度使用。这款的现象自今仔早起5点开始，会一直延续到拜6下晡2点，就提醒大家爱较注意。说来天气的部分哦，今仔日天气是真稳定，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间啊，食风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含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小可落雨。啊，那季度的时阵呢，中南部山区嘛落一寡。气温的部分，规个西部的温度是30度左右，不过中南部会较热，有33度，东半部呢是25至27度。风台防风目前是行对菲律宾的北边，相信后礼拜可能会对台湾东部回过，也是送对南部去。气象署呢就提示讲，后礼拜1到拜3，这风台咧晚时，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可能会上大雨，因为南部风嘛正透。东北季风走啊，北部地区的日头小看出来，不过说落来秋天的风台就随过来啊。今年第26号风台防风，即马是伫关岛迄边，强度阁是轻度风台，但暗算后礼拜都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礼拜日晚上一直到下周1，
一直到2级3这段时间，是它明显北转的时候，那也是距离台湾最为接近的时候。配合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整个迎风面雨势是会变得非常的明显。根据气象署的观察，红风风态目前一路是对西北西的方向往菲律宾的北部过去，后礼拜一入去到菲律宾北边的陆地了后，刚刚就会出现关键北转的角度。那太平洋高压较弱会提早北转，有可能下过台湾的东边，但嘛有可能入去到南海了后，再个北转，直接拢入去台湾的南部，也是入去广东沿海。气象专家们提醒，红风风态有可能到强台是中台上限，第二地经过菲律宾陆地，也是往北对着东北季风的时阵可能减弱，但整体规模嘛是对台湾造成剧烈影响。又强又大，对于我们台湾地区啊，几乎当它靠近的时候啊，几乎全台各地都在它的7级暴风圈范围之内，那一定要特别的防范哈，尤其是中南部的这个强风哈。专家提醒讲，在红风风态瓦近的时阵，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透风。气象署嘛表示讲，对礼拜开始，沿海地区就可能出现9级到10级以上的强阵风。另外，北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嘛有可能会出现大水雨，千万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印度风台海鸥伫咧吹落登陆越南，也甲因算断甲真厉害哦。当地是有数十万人所开，也有上百航班取消。海鸥进前伫咧菲律宾已经造成114人死亡，127个人失踪。即马新的风台风过来，拍算这2天就会接近菲律宾，当地政府也随时在监测状况。越南甲内省即间饭店的玻璃窗仔门规拢破去，风一直灌入来，咻咻叫。海鸥风台吹落下到登陆越南的中部沿海，上大风速1点钟149公里，厝顶挂予伊掀开，树仔、电火条仔予伊拗拗动，一个10公尺悬的大影。là nó lên cao nhưng hồi giờ là chưa bao giờ thấy này thấy。當局甲6座機場關起來，加內省超過26萬人撤離。海鸥風台是今年侵襲越南的第13個風台，威力正強。政府部署超過26萬8,000位士兵待命。經過地勢較低所在會做淡水，農作物會受影響，尤其是中部高原的主要加比山區。海鸥風台侵襲越南進程已經對菲律賓造成嚴重的傷害，上百人死亡，國家進入災難狀態。Na may potensyal na maging mas malakas pa itong natin napangalanan na One, and so we are also preparing for that. 苏武市附近的日落安定，在大水消退了，发现几落10具尸体，厝顶外被掀开，车回车架拢贴做火，落的4月拢是粪扫废弃物。当局讲救援行动抑个物资的分配，因为路未相通，无法度送到位。即马上重要的是先清废弃物，找可能抑个活掉的人，也好救援物资赶紧入去灾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来看《自由时报》。最近佫有新的诈骗手法，都是甲民众偷手机的SIM卡，也是eSIM。诈骗集团摕到了后，就去操作银行口座，甲钱转走。警方是呼吁讲，SIM卡都是身份资料，千万唔通交互亲份人。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救国内的旅游市场，行政院会伫昨通过计划，115年至118年会投入100亿以上，结合阿里山、日月潭和偏湖等10个景点，要来推动观光发展。不过业者就讲，若要整合各地的旅游，交通是上大的问题。再来，咱看《联合报》。主计总处伫昨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物价累积起伏是超过3%。每年免税额、新增特别扣除额等等，一个扣除额会加悬4000至9000。后年在5月报税的时就通适用。卫福部要来规划修法，针对补偿保费做3大改革。像租金、利息，也有鼓励即寡收入，一年内若是超过2万，就要来收补偿保费嘛，引起争议哦。伫咧昨暗的时阵，行政院长邓英泰是赶紧打动，卫福部表示会继续来加强社会沟通，规划全面拢有共识的改革方式。最近大国企交易量正大，为了要增加健保的财源，卫福部研究要修改《全面健康保险法》第31条，对鼓励、利息、抑个租金这寡收入，一年加起来超过2万，就要抽补偿保费。算公平吧，因为本来就是多的
拿得多课得多，这样感觉被课2次税啦。就是因为我们在买的时候就有正交税1次了嘛，然后你现在获利2万块以上又课1次。健保补偿保费改革引起真侪民怨，卫生部长石壮良初6中昼临时开记者会说明，补偿保费有3大改变。包括鼓励利息加租金所得，即嘛是一笔超过2万才会扣2.11%的补偿保费。最后一寡人就拆单分次入校，以后将会改采取全年结算制，差不多会影响480万人。另外，以后年终绩效抑个专案奖金这寡非经常性给付，若超过上届基本工资4倍，也就是114000块，就要来补偿保费，差不多影响200多万人。另外，高所得族群的补偿保费。自即嘛上悬的扣纳金邦1000万提悬到5000万，估计差不多影响1000人。除了推动这个年结算制以外，其实更重要的应该要跟财政及税务单位合作，来强化所得资料的整合以及勾稽，不然量能付费的原则也只会停留在理想。有能力的人可以多帮忙啊，这个弱势，那么多负担一些这个。保费的部分。不过，伫石壮良的记者会开煞了7点钟，行政院赶紧法庭。行政院发现林立慧指讲，即马修法的方向抑阁伫咧初步的阶段。杜永泰院长已经指示卫福部广泛听取各界意见，暂缓有争议性的规划，用更加周全有共识的改革方式，达成健保制度公平加永续的目标。卫福部也发新闻稿，讲会研究更加周全有共识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提出修法，希望卖国台公告年金。昨伫咧立法院条文审查，落尾共款是拿被党团人所占优势，专案保留送出委员会交予调研协商。行政院表示，若是停止台公告年金退付基金，恐惊会提早用了。停配国家年金修法，立法院司法法制教文委员会采纳联席并案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部分条文。教育部长陈英尧会前表示，大部分老师退休了后，有真好的生活安排。目前资料显示，也有85%退休老师平均月退金伫5.8万。包含到年改结束以后，领5万以上，还有69%。那平均呢，大概每个月还可以领到5.3万。陈英尧讲，年改结束了后，有原有69%的老师月退5万以上。那到未来 CPI 调整，平均大约5.7万。即卖制度应该会当保障退休生活。立法院均衡老外口，公平联谊性别行动局抗议若被提出停配年金修改，呼吁爱优先予大多数的民众有充足的退休经济安全。不过，多位国民党立委表示，是为旧年起停配年金，并不是等到过去的水准。民众党团提案，今年起停配个半补。民众党团认为，会造成中退休金限制者。有提到113年开始停止，或114年停止，不是一个说好要把它完全的恢复。同时对劳工都是该拨补就要拨补，对公教也要拨补就拨补，只要拨补做到了，劳工不会破产，公教也不会破产。绝对不要拿牺牲现职老师们的权益来换得我们退休年金停砍的这个目标。调查立法议员今日交手，不过经过表决，若被以人数优势专案保留送委员会，交付调查党团协商，各送议会。行政院表示，若即马停配，公告退付基金会提前用完，人事总处补充，过退若开户随限制人员提出调整加大基金的抗胖，退休金更加可能比限制薪水高。跟现职人员的一个所得会越来越接近，那也会造成现职人员会提早离退的一个诱因。这个提案应该是不应该让它成立了哈。人事总处强调，目前退付法将对月退休金，只要 CPI 成长率达到正负5%时就调整，各每4年检讨一摆。那年金随物价调整，未属相同机制，建议为缴费义务甲累计给付的平衡性来探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核电厂的评估报告，台电已经送去经济部啊。台电董事长陈文生表示，核一厂和核三厂拢有机会停放。经济部长金明宪表示，拍算12月初来做决定。第新8万里的核二厂2号机，伫去年3月15拄役；屏东的核三厂2号机，伫今年5月拄役。不过，即马看来，敢若有机会停开，因为台电进前已经提交核电厂现况评估报告予经济部。
在今年的10月8号，核安会公布了相关执法以后，其实台电公司也都进行了我们所要做的必要的一些评估，核1、2、3厂各自的状况，我们评估起来，核2厂跟核3厂是有重启的机会跟条件，同时我们也在进行。电厂机组的维护的一些相关的工作。詹文生表示，目前核3厂正在进行大修，核2是要加速进行打土作业，摕反应炉来燃料棒出来。因为核电厂核岛区有部分牵涉到原厂的设计，爱请原厂协助安检工作。新北市政府是回应，核能都要为科学角度评估，上界重要原则都是安全跟稳定，对核电相关设施会严格管控。有关核3厂的重启评估，屏东县政府务求要以安全第一为优先。那请经济部以及台电公司依照法律的规范，进行相关的重启评估程序。技术面来看，一定是重启之后的安全运转是没有问题的。刚刚讲的南北都缺电的现象，就刚好透过核3跟核2的重启来进行解决。他们要把这个重启报告对社会做资讯公开，具备重启的条件，可能只是在它的电厂里面的使用的环境设，但我们之前包含地震的部分，包含机械老化的部分，这些部分都还没有正式进入做检查跟查核。核电厂是不是电开？民团甲学者有无共看法？经济部长景明欣初五表示，依照规划，若是经济部核可了后，台电会以再运转计划，互核安会审查，同时阁进行核电厂自主安全的检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26年县市长的选举在新北的部分，民进党是建议决定提名立委苏卡惠来参选。外界嘛是关心南北港的合作。民众党主席吴国昌已经讲想要选啊，也那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是也无表示，敢若讲即马处理回答的代志比选举更加重要。2026市长布局，民进党选对会决定建议提名立委苏卡惠参选新北市长。另外，国民党会由什么人上阵？国民党新北市议长周金宏透露，但回答总部处理过一段落，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就会宣布备战新北市长，上紧月底就会明朗。也不过李树川否定这件代志。选举的事，我想大概没有比回答进驻台湾、进驻台北市还重要。尊重中央党部的一个提名机制，只要是能够为新北市民来服务打拼，这都是最好的位置。南委洪文凯同款方点名参战，表示尊重党中央的提名机制。另外，民众党主席吴国昌早就宣布参选新北，我家也关注新北选战南北合的空间敢有存在。我个人争取代表台湾民众党来参选新北市长，这个方向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们说我们有最大的诚意跟善意，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在做的事情只是等待。两亚选将就会，苏卡惠表示已经准备好面对南北合了后的对手。对因为交通问题和市民批评真久的新北耶诞城活动，未来会重新思考。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市府有掌握交通状况，交通目前拢真顺。我会用又新又有活力的观念来重新思考这整个活动，创造一个让新北人认同、让外地人喜爱的活动。同款受到注意的要有首都公防战，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第十金是信心乐观。原则上，我认为市长这部分一样是审慎乐观，应该蓝白合作有谱。重点是他附带可能一个条件是，万安可能要帮民众党的议员站台，可不可以？你是主委，当然可以啊。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哦，我想我现在都是还是专注在市政。北市选战，民进党部分除了已经交议员署的吴怡农，包括民进党前秘书长林佑昌、立委王世坚等人落红点名。也不过，政治委段宜康政治透露，党中央也个会评估可能竞选无排除丁顺、党外人士。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的出头有影真多哦，有一个中国人坐小三通到金门，拿一个旗仔甲台湾国旗和中国国旗印做伙。这个中国人甚至阁走去金门县府亲门大户来亚通一个宣传单。经过移民署的调查，认定伊违反联华条例，甲伊赶出境，2年来是不准来台湾。跟一面是中华民国国旗，一面是中国五星旗的旗仔。这个中国籍姓罗的查甫人，初六早起，真大班的行入去金门县政府的大门，佮开始等真济统一台湾的传单，造成民众的议论。随后警方带回警讯。从那个马路上先撒了一次，然后直接走进来，去那个前厅的大门口也撒了一次。
移民署调查了后，确定伊用旅游的名义经由小三通到金门，伊煞做甲入境许可无共的活动，所以照2项条例送伊出境。有4个移民署人员陪伴伊去坐船，伊半路4路的查甫人，佫一直放声话，讲号做伊是和平统一的推动者。移民署讲，会依法管制伊2年袂使过来台湾。厘清如来台之动机及目的，如然嫌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查一下，说这位卢姓男子他是不是有邀请单位？因为陆客来台很多，他背后都是有邀请单位，我们会请邀请单位说明。必要的时候，我们对邀请单位也要有一定的裁罚。另外，这阵啊网络流传真侪通钱的 App， 进前中国网友推出几家 App 了后，台北市员阁发现一款台湾刀型网页 App， 会当邀请朋友，还会当透过微信捐钱，引起质疑。很有可能是为了要骗取民众的个资，以供后续作为一些非法的利用。那同时也不排除可能是想要在台湾发展组织，作为吸纳成员的一种手法，产生纷扰的一种认知作战。刘委会指出，这种 App 好亲像是为了诈骗民众的个资，而且警察调查机关去了解相关的手法，是不是有牵涉到诈欺危害防治条例，也甲国安法法典组织罪这的罪责严格查办。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中小企业和12个州政府联合提告，各讲总统川普向对顶关税是违法的。这个官司伫咧联邦最高法院的辩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大法官，拢对联邦政府提出质疑。到今年9月为止，这个案件牵涉美金900亿的税金，大法官是答应讲会赶紧裁决。美国总统川普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开先例援引1977年制定的国际经济管理法，对全球贸易盘实施10%至50%关税做法，敢有适当，敢有合法。初五伫联邦最高法院进行3点钟的辩论。9位大法官，无论是原本立场是保守派，也是自由派，拢对联邦政府的代表、司法部诉讼处长索尔提出质问。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对总统监视侵犯宪法所赋国会权力提出疑问。保守派大法官巴瑞特也对国际经济权力法授权总统针对国家紧急状态管制进口、关税监视符合管制手段提出疑虑。Our message today is simple. The Constitution, our framers, 238 years of American history, all say only Congress has the power to impose tariff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ariffs are nothing but taxe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paid by Americans. This case is not about the president, it's about the presidency. It's not about partisanship, it's about principle. It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our country if we lost that. Devastating.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ybe the most, b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到9月为止，这个诉讼牵涉到进口税金额达到900亿美金。那拖到6月才再次裁决，税金总额可能会提升到1兆美金。为此，大法官已经同意会缩刑缩决，结果上紧可能伫年底公布。一旦川普败诉，就要将扣的关税海互企业。要么过财政部长毕心德已经表示，就算最高法院无支持，因有缘有别的法条会当用执行关税政策。公司新闻王回文编译。墨西哥总统伫咧公开活动和支持者伫互动，煞有一个不输鬼卡来手来，阁要夹针。目前墨西哥总统已经甲对伊欧北来的查甫人提起刑事诉讼，嘛呼吁女性面对这款状况，袂使自然的放伊煞。墨西哥总统63岁宣保姆当和支持者在开讲，一个啉酒醉的查甫人对后壁挖过去，先是踮伊的肩胛头，再个浸宣保姆的颔棍，而且用另外一只手去吸伊的胸坎。啉酒醉的查甫人互随后制止了后，就互警方逮捕啊。宣保姆嘛，伫个过灯港的记者会顶管表示讲，已经对这个查甫人提出刑事的诉讼。Y no repito, no es un asunto de ser la presidenta, aunque si eso le pasa a la presidenta caminando por la calle, pues que no le pasa a otras jóvenes, mujeres. Entonces no podemos dejarlo pasar como si hubiera sido cualquier cosa. Entonces sí presenté la denuncia.
宣保姆讲，伫伊12会坐大众交通工具的时阵，嘛拄过亲像这种骚扰。做一个总统，伊认为讲，伊对所有的女性拢有责任，呼吁墨西哥所有州拢甲性骚扰和骗术的行为定做刑事犯罪。当地妇女组织指出讲，对这个案件会当看出墨西哥的大查甫人主义是有够严重。伫这种社会之下，互墨西哥的男性认为讲，伊会当凊彩骚扰女性，甚至是总统。Es algo muy común y creo que debe dejar de normalizarse. Hay que hacer la denuncia de que esto no está bien. 对这摆的事件，会当看出美国的总统维安是出现真大的破口。宣保姆维安的随后嘛受到真侪批评。宣保姆出去的时阵，做法是尽量减少安全措施，而且常常和民众在互动。伊伫记者会顶悬表示讲，目前无打算改变这个做法。除了总统洪骚扰，前几天嘛有市长伫个亡灵节的庆祝活动内面，互枪手近距离开枪死亡，互大家更加广泛讨论政治人物的安全问题。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今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今年马尼拉南海对话，日本和德国驻菲律宾的大使拢强调，台海稳定对印太地区是安全是真要紧。另外，菲律宾自初三开始进行空海的反侵略演习，这嘛显示马尼拉对台海冲突的议题真重视。美国民众的号召会当照家己的性别认同来表示，也毋过美国最高法院今仔日裁定讲，温准川普政府通禁止跨性别，也阁有非二元性别的人，伫咧号召顶头选民众家己认同的性别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表昨伫咧参议院接受质询，讲到伫咧南礁岛4州的海域内乌稀土的议题。日本首相表示讲，今年1月会对深度6000公尺的深海试场，嘛表示会来评估要安怎和美国合作。镜头转到国内，新北树林一间工厂昨伫咧挖豆的时阵发生着火烧的事故，到在是无人受伤，也毋过导火的时阵，这乌烟是直直清。附近的甘园国小紧急停课500多位师生，嘛撤离到万平公园。新北消防队员初六早起齐步去树林区甘园街导火铁工厂牛水线拍火，暗过真侪乌火粉一直冲出来，为高速公路都看得到，当然附近的学区甲居民也拢闻得到火粉的臭味，大家拢赶紧把嘴暗挂起来。我们大家都跑出来看，然后整个天都是黑的，就开始浓烟就出来了。TPU 工厂它里面是有放这个成衣的产品，那还有一个是做船的一个工厂，那所以里面有大量的火载量，所以会产生比较大的浓烟。这场大火烧2间工厂，面积差不多1400平方公尺，好佳在无人受伤掉入内底。火灾发生当时，附近的甘园国小拄好期中考，学校第一时间赶紧停课应变，将500多个师生撤离去附近万平公园，再搁通知家长接到转去。若是家长无法度及时来学校，就由老师照顾到家长来。我就来带囡仔讲遐迄个火烧啊，那烦恼啊，孙的讲啊，唔知伫遐唔知安怎哦。刚好11点10分是我们考试结束的时候，那因此我们在2分钟之内立刻决定我们紧急疏散。新北市教育局是讲，火灾发生当时已经有通知树林三甲英国区国际学校暂停课外活动，家长们关起来开空调，当时发放喙暗予师生。火粉影响到的甘园国小，因为考虑还阁有火粉，所以决定初7、拜5老师正常上班来学校整理环境，学生是放假1天，该到后礼拜2早起再进行期中考。火灾当下的时候，地状污染物 PM2.5 跟 PM10 有偏高的一个趋势。火灾持续在扑灭的状况之下，目前 PM2.5 跟 PM10 的趋势已经有开始逐步做一个往下。好佳在这个火灾第1点外钟来就拍花，火粉慢慢散去，有关导火原因也有待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彰化鹿港仑尾区的宝华附近，昨日有民众发现讲光电棒导火，乌烟是呛甲真悬，远远都看会到。消防局去到现场的时，这火是已经互厂商拍花去啊，也那导火的原因是还阁调查。车开伫台61线，远远就看会到踩伫海里的太阳能棒导火，大火引起高高的乌烟，画面真惊人。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4台拍火车到现场的时阵，厂商已经家己用灭火器甲火拍花。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火势了，剩下一点点烟啦。那现场供电业者已经使用灭火器已经有把那个火势熄灭掉。剩下一点点的余烬这样子。导火所在就伫鹿港镇第61线175公里附近的海上太阳能板。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表示，初5暝就民众看到太阳能板导火，但是火念咪有念咪无，怀疑是海中，所以火才会暂时化起。今仔日透早阁开始导火，因也赶到现场关心状况。开始用了，他开始用那个灭火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燃烧，后来确定距离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又有在燃烧，燃烧完又继续燃烧，也希望相关单位对这个问题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厂商表示，可能是因为电线烧拍电太阳能板才会导火，但是详细事故原因目前也搁咧调查。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指出，几个月前，宏远设伫厝顶的太阳能板也发现家己导火意外，毋但威胁附近民众安全，嘛会造成环境污染。面对不时发生太阳能板导火，中华县环境保护人员嘛呼吁相关单位爱重视，伫发电力量的时阵，爱有搁较周至的配套措施。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个人是劳资争议的新闻代替产业工会伫2017年发起抗争活动，要争取伫过年依法休困，结果300多位员工去互代替处罚，双方全咧拍官司拍8档，前一阵仔最高法院判让员工败诉，产业工会也决定自昨开始绝食抗议100点钟。依法休假无罪，绝食抗议最高刑。代替产业工会开记者会，宣布要展开各工的绝食抗议，原因是2017年有337位的员工依法伫咧过年固定假日集体放假，说互公司处罚，双方拍将近8档的官司。今年10月份，最高行政法院判劳工败诉。这场将近10年的仗，我们要用这场绝食的行动，来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最高行政法院，告诉我们的政府跟台铁公司，既然他们要坚持上诉，那我们也会继续打下去。2017年过年连假，代替产业工会发起春节依法休假的抗争行动，有337位员工决定伫咧过年期间的固定假日集体休假。这个行动嘛成功促成班表改革，增加业工会。不过员工所受的处分，伫咧2019年、2024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拢是判员工胜诉，认为头家爱员工伫咧固定假日上班，依法爱经过劳工的同意。不过后来代替上诉，最高行政法院改判员工败诉，这让员工真不满。我不后悔参加这个行动，因为我相信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其实当年的那场抗争，我们人力补充了，我们有设置了，总算有轮班的夜免费了。你不去保护这些依法休假、依法放假的劳工，你反而是去检讨他们。劳基法39条针对国定假日的部分，是劳工原则上应该放假，并不是请假或休假，而是放假。代替产业工会一群人行入去代替的大厅，要开始为期100点钟的绝食抗议。也若代替是回应尊重司法判决的结果，未来会用开放的态度听员工的心声。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中国明年要来办棒球城市联赛，也毋过上海兄弟这队对面还阁有两个拢甲咱的中信兄弟真相像，因为野心敢是要甲咱台湾的球员抢过去咧。运动部表示讲，中信兄弟讲这含因无地带，也若中国雄雄成立职棒联盟，敢是政治因素，就爱阁观察。12强棒球赛真厉害，摕到冠军，极大化提升国家棒球的荣耀和国际能见度。对这114年的运动精英奖12强棒球赛的台湾队摕到特别奖，另外嘛入围最佳运动团队奖。中国联综合区入围最佳教练，12强 MVP 队长陈杰宪入围最佳男运动员。事实上，他也是队员之一啊，所以他也是符合资格，只是单独的他杰出的表现。12强摕到冠军的效应一直在延续，中职这季的票房是明显成长。但是中国新创的中国棒球城市联赛明年开始拍，其中上海兄弟的名和 logo， 和中职的中信兄弟实在是有够像，引起关注。中信娱乐初5定称讲，球团和营运团队完全唔知影这件代志，若是有相关侵权，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运动部处长第4中初6在行政院会后的记者会访问到这，表示讲 CPB 即马是在放风声和试水温。CPB 它的筹备
非常的粗糙。那现阶段都是在放风声，在试水温哦，壮大自己才是最重要，才能面对各种的挑战。敢若家己更较强大，才当面对挑战。但是，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讲，希望中信球团对外讲清楚，佮强调讲，这支球队是球迷用热血和青春来建立的，不是头家会当家己凊彩决定的。在背后在运筹帷幄的应该是一家经常和台湾职棒联盟和棒协合作的一家运动行销公司。那么他们想要把在台湾的经验到对岸去复制那甚至还要把大批的台湾球员拉到对岸去。那这个事情我们会密切注意。刘文杰表示讲，棒球在中国算是边缘运动，想成立一棒联盟是真奇怪，到底是市场的原因，还是有政治动机？政府拢会密切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献馆最近展出台湾1945年前后的史料，就包括开罗宣言、日前结束到国民政府来台湾的各种大代志，希望民众会当用多元的角度来看历史。这台湾的这个主权以及它的未来前途是规范在开罗宣言。文献馆长向民众导览介绍开罗宣言，这是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日本战败，甲台湾献予中华民国的重要历史文件。1945年前后的台湾重要史料微型展，当日台湾文献馆展出有不少关键性的档案，加研究历史的资料，展现1945年代的相明性。很多珍贵的史料，在那个过渡时期，然后当时这边那边各种的转折，给予我们决定真相的一个认知。以前他们的一些物件啊，就是可以跟那个以前念到的书籍啊那些来做一个互相的照应。这届展览的内容包括开罗宣言、自战结束一直到国民政府接收台湾228事件档案，以及台湾本土的精英留落来的历史资料。当时台湾人一方面是欢喜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另外一方面也对国民政府的治理有不满，最后起来抗争，爆发1947年的228事件。伫这也会当看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很欣喜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也要将它回到所谓的祖国的怀抱。但是呢，国民政府的统治却造成所谓的政治混乱、民生凋敝、经济崩溃那产生的说让台湾人民感受不到那种回归的一个喜悦。战后台湾受国民政府统治，也包括改姓、改路名、萨华语才起日本化行政措施。在特展当中，拢会当看到文献馆希望透过这个文献，用多元的角度来感受甲看待台湾光复前后的代志。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最近伫咧网络顶有真侪人伫咧讨论草仔粿这3个字，唔知你是念台语还是华语咧？也有网友就整理真侪台湾的好食物，其实本地都是拢讲台语的，亲像草仔粿、麦仔茶，也有蚵仔煎等等。若咱台湾社会也有咱的教育，咱本地定定拢是以华语来去思考的，这款状况或者是表示嘛，造成讲对到真侪台湾人伫咧看到汉语的时阵，也惯势用华语落去思考。红菇粿、冬仔米糕，还有即份蚵仔煎，若即寡台湾的好食物，你是用台语来讲，也是用华语咧？最近伫网络顶，真侪人咧讨论，看到草仔粿这3个字应该安怎念才对？有人会用华语读，但是也有人认为讲台湾即寡小食一定要用台语来读，较有台湾的气口。亲像草仔粿、麦仔茶、蚵仔煎、挂包、冬仔米糕、红菇粿等等。讲是安怎？有人感觉讲即款物件爱用台语来讲较有气口吼。啥物是气口？就是讲听起来才感觉讲。就是这个物件，就是因为这款物件本来就是咧台湾话的文化、甲台湾话的环境发展出来的啊，所以看到“粿”这字，你用中文去念“粿”，是不是足奇怪？老实讲，真侪所在拢有汉字，亲像广东话、日本话，但是即马台湾人有真侪人看到汉字，就惯势用华语落去思考，敢若想着讲用华语来读，这和华语伫台湾受过强势有关系。有客家族群也表示，客语矛拄着同款的问题。像迄讲摕外面嗰片，就外面乡下嗰片，迄讲即个母语嘅点存的方式，摕加嗰片一定系听的。一天迄糖的是的，毋过摕萝卜的话就无一天的，就变成讲一天要讲华语。
古时候就习惯方就会安尼讲去甲熟识的，像面扒饭啊、米奇木安尼。亲像伫客机内面，草仔粿就号做硬饭，麻糍就号做糍粑的，肉粽就号做粽的。伊也表示，面对花季的强势，就敢若剩伫咧客家庄头，才有机会讲出这食物的名。伊也毋茫讲，若是讲食客家的小食，会当用客机来点菜，会搁较亲切。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台湾65岁以上失智人口有35万人。伊甸基金会有提供日照中心服务和老大人的照顾服务计划，希望讲会当来减少照顾者压力。如果有一天我变老了，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会希望我的家人不要放弃我。影片当中讲甲要哭的是伊甸基金会的公益大使苗可丽。苗可丽讲，伊家己厝内有失智的爸爸爱照顾，所以伊上会当体会照顾者的辛苦和艰苦。伊分享家己照顾爸爸的过程，一开始两个人拢有情绪无欢喜，到后壁会当互相体谅、理解和陪伴。一开始我会感觉我要去甲纠正，毋是安尼啦，遐无啦。哦，你会甲伊伫遐咧拉扯，迄个过程伊也生气，因为伊感觉讲你无理解我，伊会生气。啊，你感觉伊讲袂出声，你嘛生气。结果两个拢伫遐，哦，真正是足忝的。其实甲失智的人斗阵，你毋是咧无闲讲去纠正伊，啥物是正确的，你只要陪伊坐落遐。根据卫福部的资料，目前台湾65岁以上失智人口大约35万人。伊甸基金会表示，因当年服务3万外个有长照需求的家庭，发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拢无快乐。老大人会使性地有认知障碍，感觉孤单；也若照顾者24点钟照顾，也感觉愈来愈忝头。所以基金会有提供日间的照顾服务，互时大参加活动嘛有伴，嘛会当减轻照顾者的压力。所以很多长辈其实很难感受到说他在家里面的那种孤独感。我只能这么讲，站在伊甸基金会的立场，我们期待大家，又是全台湾各地的朋友们，真的要关心我们的长辈。基金会表示，透过调查也发现讲，因为有日时的照顾中心，照顾者2个月后压力指数降低6成，时大嘛袂感觉孤单。所以呼吁社会大众发挥爱心，甲基金会斗支持，互因服务老大人的照顾会当愈做愈完善。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今年8月，屏东山区上大雨，甲雾台乡的便道抢断去，乡长就撩起送药仔去到庄头，这是真危险。有机关就建议参考花莲邦山学的案例，出动无人机送药仔，毋若较紧嘛较安全。主席在这边有2个要求哈，第一个操作的人技术较好的。议会主席有淡薄仔紧张，因为即阵到一个阶段，议员黄明贤的助理就伫议场内底示范无人机的操作。主要原因就是今年8月，屏东山区连续的大水雨，甲雾台乡对外的便道冲断去。乡长冒险撩起替族人送药仔，当时的画面互人看甲足紧张。议员希望会当提升偏乡地区送药的服务。大家都有看到那个画面我们的乡长拔正义，他冒险涉暴涨的溪水送药给族人，这样的创新救援方式不仅避免了救援人员冒险跋涉，也大幅提高了救援效率。一旦有收到这些警讯，就是台风要来了，所以我们也在各个卫生所，尤其是偏乡卫生所，都会针对这些列管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提前准备。议员表示，即摆花莲邦山湖以外，就有用无人机3分钟把药仔送到位的案例，而且屏东县政府配合中央推动偏乡灾后药品运送无人机支援计划，已经主动调查屏东偏乡部落无人机送药仔的需求，希望屏东县政府赶紧启动相关的建制。是无人机，不是会当随在飞啦它还是要有适当的一个场域跟一个机制，还有风速的限制。今年的8月，其实卫福部他已经有做过了全国的做一个盘点。因为山区的情况多变所以卫生局确实要真的提早启动，然后实际演练，在每一个偏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起降地点。卫生局局长讲，计划目前拢有按照中央的进度进行，针对屏东县北偏乡部落设置14个无人机的据点，嘛会掌握中央要求的进度，希望使用科技整合偏乡的照护，让每一位偏乡的居民拢会使受到更较好的医疗保障。
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地方的大新闻来看，宜兰南方澳境安宫的船澳妈祖拜三着贼头新准的金马甲船澳破链拢互提走去，损失是超过2000万。警方了后有抓到2个嫌犯，嘛甲送办，也若碰见的物件嘛找倒转来啊。警方甲门侦破亚细嫌犯，对内面超做真侪船澳破链一个船澳组。有名的宜兰南方澳靖安宫600公斤重的黄金妈祖神像，身躯顶的配件，拢互这个姓陈的嫌犯，甲伊一个姓陈的朋友偷摕。庙方初步估计损失是2000多万。警方调监视器并且立人，顺利破案。故于同日的晚间，在台北市及台中市分别拘提本案的窃钱盗案，并起获失窃的全数赃物。为什么要拖吗？问讲为什么要偷摕，嫌犯拢唔讲话。警方表示，主谋姓陈的嫌犯之前投资黄金外汇了，欠人钱，就摕厝基底啊。为了要将厝赎来，才找另外一个姓陈的嫌犯，替伫咧外口过，一直去偷摕。警方依照家当接到罪，甲2个人上班。除了咱所有咱伫英国古早常常讲，野头三笑有心病。即马大家咱要做歹迄当阵，咱还佫会记你一句：野头三笑有监视器。庙方感谢警方将物件找大，也另外找一工，将一寡食品搁挂倒去妈祖的身躯顶。一寡食品拢是庙的信徒一资买来管的，若无找大，信徒会食唔甘。警方破案了，也来靖安宫参拜，感谢妈祖保庇。庙方也讲会保强庙内的保全系统，避免搁着贼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某一间老旧的安养院，找人的时阵，来一只南投的赤牛啊，因为伊受伤倒伫路边互发现，后来经过机关，抑个有好心的人斗相共了后，落尾是顺利送到台南去安养。收收音听筒，听这只合作牛的心跳，即阵伊的心跳较紧，根本是运输过程造成的。这只赤牛对南投再来台南，主要因为初二下晡有民众伫路lin看到路面甲牛绑伫咧小货车咧行，要带去拍诊，煞因为牛无行过淡仔加路，落尾袂砍直倒咧路边，骹底有真侪空喙。由南投县议员经过行政院中部联合中心代理执行长牵线，台南市议员李宗翰出面协助，甲送来台南安养。现在养牛的人真的非常的少哈，也没有我们可以安置牛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南投县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所，所以我才想说透过我们台南这边的议员来协助这样。脖子后方有那个勒痕外伤，接下来就是请现场人员做优点的这些消毒的部分是有在绞痛，那后续的话应该就是看是不是安排消体或是做一些消炎止痛的处理。本来这只牛是一个75岁的农民饲的，后来伊甲牛卖出去，引起网络讨论。因为南投无专门的收容空间，民众欢乐牛，互人掠去抬，因此由议员出钱安排来台南，伊嘛甲善款捐予这间台南老牛的厝。台南市的规定里面，它必须要是台南市的牛。原本的规范里面，我们只好用台南市的自然人的身份来抚养这一只牛。来先隔离观察有想有传染病还是皮肤病要那会阮爱联络兽医来治疗。无你影响别只的健康还是袂使南投县议员感谢台南互牛有一个温暖的所在通住。根据了解，目前牛等下送来，就要先隔离，兼观察空喙状况。后续牛适应环境，就会放出去，参其他牛做伙食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美国有一个粗细的度假村，今年为着要减少排碳量，放弃使用除草机，也改请育养来解决这杂草的问题。你只看回去，规片山坡顶拢是黑色加白色的山羊、绵羊，大只羊的喙拢一直播，因伫咧食草。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ve put animals on a ski slope before. Using animals for vegetation management it's great for the environment. 哇，加拿大边境的美国杰伊峰是佛蒙特州东北部有名的粗细度假的所在。每年冬天除夕季进前，就会把除夕场的草啊挽掉，才有法度营运。今年为了要减少碳排量，业者是牵几落10只羊，甲因放在这个差不多10公顷的山坡地，互因踮喺遮食草食5礼拜，代替进前食油的挂草机。所以这款羊，互人叫做免插电的挂草机。
Every year we have to come through and cut all of our ski trails, all of our cross-country trails, all of our glades down to about grade in order for the snow that we get in the early winter to be skiable. They're great employees. They take a lot of lunch breaks, but that's kind of the idea. 度假村的营运总监史坦格讲，请这款羊的费用甲用稻草机差不多，不过伊能减少碳排量，抑个水土的流失，增加土地跳水能力。游客甲员工拢真喜喜，以后打算用更加侪羊，互因变做度假村的一种特色。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2度至30度，中部地区21度至32度，南部地区22度至33度。出来东部地区21度至27度，外岛地区20度至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后礼拜再会。